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在按无限嘅中间一个关心，也研究客家语白话文安尼哈。在播头之前，同大家来做个说明啊。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不同行业吧，各有不同嘅语言、语言、文史、文语以及歌词曲嘅用法也有所不同。所以研究客家语、客家文，我有法土、尘土、中国土等三土加瓦行类等有法土研究资源好些。同时希望客家语言别组合，我有相当嘅了解，所以教学嘅先生小子大家一听我有一个审批，咬字用语语言嘅分明安尼哈。第一点呢，就是讲坚强。中乡亲大家，我一个录音，多多参考，多多来听哈。主计方面多多来看，本文的文章啊，是我本人所写的哈，多多来参考来读看是呢哈。所以客家语、客家文自然就会通顺流利哦。同时对于大家的传统精神嘅承接，客家嘅优美嘅语言，尤其是联吟诗、感叹词等很多方面也加强安尼吼。同时同大家所报道讲一个联吟诗伫这里嘅一个可以讲我哋客家语言伫这里非常嘅优美嘅素材就是讲出联吟诗联吟诗腔有也可以讲有11杂诗嘅也头下同大家来讲体育上嘅有3种诗一个用家用诗，但是家用诗符合于一个文化规矩，乜个能规呢？就改言而言。改出就会出咯，就记所以讲一个文化有一个规矩传统的精神的出现，所以我使用一个我得的是副词，副词前面呢要加乜个呢？形容词、动词，也是文化方面所讲的。像讲有很咩乜个东西也叫做同一个连音字，一个有诶、很诶、啪啪嘅、安静诶，一个有喂咧嘅、咩咧嘅、白嘅的，按那个语音，一个语音，再从大家重复讲一下。乜跟着本音只是那个 A 音下到读 A， 而冇加上声母，冇加上那个声母一个有声母，有韵母，有声调也就按语音，只有一个韵母呢，就按到本音安尼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大家这方面多多来注意。所以我一下同大家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一个两个一个睇下嘅一整个嘅个，一个头前是。一个副词头前都一定是加那个形容词、动词亲像头都所讲有味风诶、啪啪嘅即像同味咧嘢咩咧嘅白嘅鹽第三呢第三就是讲介绍嘅介系词，乜个能介系词呢？关于讲是呢介系词介系词一个前面是加名词代名词就是介绍的介前面是加名词嘛做代名词，像讲阿公诶、阿婆诶、老太爷代名词呢爷爷、诶二个呀。自己安尼所以讲一个介绍嘅有很多种所以希望各位乡亲一个
个德跟介绍为这，一个要分明来使用啊，个我们客家语音呢就会非常的强，所以我看到唐岛嗰度乡亲啊，对于一个联音师70岁以上的人，伊晓得讲个标准，但是一个用起来嘅，伊冇办法来了解的。关于讲啊，是知其所以不知其所以为然，然就是安那个意思哈。所以一下教育部同校委会啊，联音师体上嘅，体上嘅唔个体上嘅哈，要冇联音师，一开头用一个单脚嘅同嘅音，同时用本音音呢，冇用音，就都讲啊。声母、韵母从单脚节全部都三得四都相同啊，单脚嘅啊，所以客家诗人嘅填个体上嘅同开咗嘅体上嘅，一个就同国语来讲是呢家体上所以希望各位乡亲上面所讲嘅啦，多多来注意下看台湾史我哋一个文章嘅部分呢。有电在台湾客家电子报同屏东时报电子报两报嘅文章，其中一个两报文章，同时在一个雅虎同埋 Google 同埋 Facebook 以及各社群呢都有連接放嘅，希望各位鄉親呢多多嚟參考，多多嚟參考。同時，大家對客家嘅小說文化等開上面一個。屏東時報、天子報客家專欄哈，我一個第八地都有寫嘅一個名字catch 等於是一個嘅哈，大家看下嚟一個我波圖台灣客家天子報波圖嘅大下游安哈，後來一下就同大家嚟波圖一個客家商業用語嘅第10課賣主用客。一詩一語對照錄音，同時呢同大家傾下嚟讀啊哈，讀慢慢嚟讀哈，就講啊賣作用，賣作用哈，一個課文，那個最終呢，我哋客家話是戲中人咯，唔係劇中人咯哈，戲中人，阿親嫂，阿親頭。甲一病等烏言客，阿連阿金白名同阿人阿親嫂就講啊，基本嘢係禮拜日，人一隻主嘅有拉麥呀，也就連音字有麥是一拿嚟係噃，有拉麥呀，每日阿親就講啊。前穿唔着嘅啦，前穿唔着嘅啦，做咩係做小事，做小事啦，做咩係做小事啦，乃是故阿親嫂就講啊，那個看老公見識人，見博人，地方用嘅，見得主頭，係而就講我。做人事有見識人，唔會添下。阿親頭就講啊，就係見做事見識人，人唔會添嘛。一個阿親嫂就講啊，主腦一流人。中正路嘅李太太曹本人有交代朱文主腦喎，阿親就講啊，我一夫也係良夫啊，一點呢，一個就係每日我一夫啊係良夫啊，一夫也係良夫啊，這個也呢，前面一樣的時候用也是的也。另外那個義助的義一個阿親嫂就講，我們一隻主嘅有一豆腐煮糯糯，一個
那个阿青头就讲啊，迄衣服啦，迄衣服啦，毋过猪头那迄对半破梁上，对半破梁上就变成良夫哦，哦啊，就变成良夫了，也就冇专业咩哈，就变成良夫哦，啊，阿青所讲啊，骗人一夫准良夫来买钱，骗人啊，一夫准良夫来买。李太太是太顾客，算一夫的钱好诶啊，算一夫的钱好诶哦。啊，前头就讲啊，看到甲夫人老友，头讲啊，就爱后伊讲啊，头官娘安坐，头官娘安坐，卖猪肉糕，卖猪肉糕，一点呢，我插下去做生意最嘛会好哦。按做人啊，最嘛好，唔使用镜头开，我嘅计划吼。甲夫都讲啊，老板，嘛个按到油嫩肉啊，油嫩肉价啊，肉价系做乜嘢？啊，就讲啊，前头都答复，油嫩肉就是华人按到小里脊肉啦，小里脊肉啦，小里肌肉啊，肌肉种肌肉啦，安尼话，一个油嫩肉。阿秦所就讲啊，下背囊两骨下背一条，与太排骨相连的臭肉，嘅就按到油嫩肉。油嫩肉总无筋头，啊，系猪肉中最嫩的部分，系猪肉中最嫩的部分，脂肪量唔会高，合适用煎嘅、炸嘅、炒嘅等料理嘅方式改好，也就也叫做油嫩肉啊，也个阿前头都讲啊，挨嘢食嘅减肥本人强，减肥就每次本人强，一看那到就先下手来夹来食咧，人同穷种族嘅人来介绍。人同穷种族嘅人来介绍，甲夫人家就讲，怪唔得人家为人姑娘呢，哦，人家为嘢身材肉色安好，哦，阿前说就讲啊，坏死，唔敢嫌就系咧，哦，啊就佢客气讲，哪有啊，呢点呢，同大家讲，人係真神，人在俄罗嘅时间啦，我讲谢谢就可以，唔好听人都反对啊。一个俄罗有祝福的意思，所以人讲安讲哦，唔好讲模样哦，谢谢，安尼就可以，不要肯定也不要否定啊。就讲谢谢安尼。好，阿前头就讲，切好一块油嫩肉，也得一共87两元。87个元，算85个元就好，我做生意啊，一共87个元，算85个元就好，哦，家父就讲拿出100钱分阿前头，阿前头就讲找钱，15个元找分，个3万5感强，3万感强。日然客要旅遊，頭家我愛買豬肉，我嘅孫呢幾來講愛食炸排骨啦，因為骨有提的音拿到後面就變成辣，愛食幾來啊，講愛食炸排骨啦，阿前所我就講哦，同亦都同人老咁講哦，油嫩肉切一塊。本意是西門都義，西來都義南部是用義這個油嫩肉本意一塊本意，人客就講啊，請問主用大里脊，關於講大里脊油嫩肉同小里脊有乜嘅差別啦？
清楚就讲啊，普为在北能两国东岸诶，中央到东岸诶，一个甲心，应该甲心，大理之用呢，太理其用之啦，比少理其高用这方两种上诶，合适煎、炸、炒等料理方式，各种饭店、寿司店都拿来做炸猪排用，炸猪排用。也咧行人就讲加嗌買100元，加嗌買100元啊，清楚就講哦，等下，嗌馬上切本，馬上切本，一人係講錢當下咯，一數搞真錢，一數搞真貨喎，價錢買價貨，你講啊錢當下咯，你拿睇數咗冇？變成講啊，頭家唔買嘅豬肉係白豬嘅肉，也係烏豬嘅肉噶，白豬嘅肉也係烏豬嘅肉噶，前頭個神奇就講我，我哋買嘅係白豬嘅上烏毛嘅，白豬嘅上烏毛嘅，到底係白豬嘅烏豬嘅冇講清楚，就咁嚟講。邊一個安好？這麼很有趣哈！安好，我樣冇看過白豬嘅上烏毛嘅喏，我樣冇看過白豬嘅上烏毛嘅喏。清楚個，我哋買豬骨行，不但買烏豬嘅肉，母豬嘅肉，專門食豬菜，米汁水就是洗米水。買信用嘅，米汁水一個前頭講啊，我哋買係信用嘅，豬肉該甜該好食，係這豬肉該甜該好食，別人就講有樣啊冇樣啊，這個意前面不一樣的是用意前後面相同的時候用也是的也可以也是一樣的也好前頭講那個有樣啊冇樣啊前頭就講出睇你頭保準有樣你頭一細保準有樣一個什麼條都冇樣嘅邊人講我老公個愛食豬腳喊愛滷豬腳豬腳面嘅旁邊講豬卡我又唔食滷過，我唔曉得怎樣嘅滷，前頭都講我同介紹，內埔街坊有一家客家會館，專精了解綠地文史方面呢，流動市場為做導遊，又為解說，又當為滷豬卡豬腳，前拿去寄賣就好味，前拿去寄賣就唔實在真說就講還有客家會館有好蝦呀，蝦就是過一個晚上，蝦是飲酒，料是一時節咯，一點呢，一個料來料嘅料，嗰個嘅蝦，蝦三得是冇相同，豬蝦就蟹一會兒甜又甜清，實皮又便宜。流動市場幾個漁業公司可以揀店專門賣番薯梨嘅豬腳、豬卡，該軟該口該香該好食。別人客都講唔買豬肉嘅人都會按成熟、按誇獎，聽出好食。同時對客家文化按熱心，
一方面来拜访刘董事长，一方面来去交关主卡主教。阿清头都讲啊，出个呐，要用国语讲，答对咯，安尼话，出个呐，答对咯，一举两得。一下呢，减税负，一下呢减税负，也好多发展过来嘅望啦减税考一个病人他讲啊，我係买粉肠炒姜丝好诶，也买煮粉肠炒姜丝好诶。阿亲所讲，煮肠同煮鱼变姜丝木米，不是木耳木米炒佢有客家嘅意思，佢有客家嘅意思。一个我哋頭邊煮腸同煮魚變姜絲木米炒佢有客家嘅意思。病人講好，買煮腸同煮魚各2件，各2件。阿親所就講看到有等人客隨機等，就講老公。煮腸同煮魚來切，阿親頭就講好，阿親所就講應付下一位人客，快些我本定研究，特別病定咧等人客就講聽講女朋友客家話講，又好食呀，又好過呀，價錢又公道。下陣日我嘅台北有親戚來時，我能帶佢來去內埔吃一暗步，吃。阿親所講，請問基本嘅愛買哪部分嘅作用？教育病定咧等人客就講要腹瀉肉瀉下嘅瀉，腹瀉肉。腹瀉肉，阿親所腦筋一時轉唔過來，腹瀉肉係乜嘅肉咯？以前我們老講老係話，一個腹瀉肉客家話係講乜嘅肉㗎？我以講腹瀉肉，一個客家話又係講阿親就講有人講五花肉，客家話講3層醬肉㗎，阿親所講嘅係嗱，你部位嘅作用有咗嗰度，食起來軟 Q 又嫩，阿親所講係嗱，一個部位嘅作用有嗰度，作用。有這個度，食起來軟又嫩安尼。等下講係，我係愛做西式嘅培根，我愛做西式嘅料理一個阿親所講，中式嘅燜肉用嘅部分咩鬼合適。聽人客就講我人少買50元就拉位，阿親就講馬上好，稱嚟一下，超過一些，超過一些，伊就講馬上好，52元才58元就好，3兩個人，等人客講什麼？人客減一路來買嗰度來買。有人客有內容，大家我愛買作用，阿親所講個純後腿肉嘅，純到後腿肉嘅，佢講冇關係，冇相關。我愛做料理做乾腸，你講鹽切
就是眼前啊，一个就是爱后腿肉嘅部位，后腿肉嘅部位，肝脏眼前香肠有3种话讲，3种啊。阿亲说就讲，阿亲头讲，爱做肝肠眼前，一到村呢全部拿去，所以便宜地位好嘛，全部拿去啊，全部猫去好嘛啊，部分好坏一起统统买，叫做猫啊，相貌的貌啊。有人他讲啊，爱留地位来切肉丝同肉片。主菜用嘅，含還有愛留地位來切肉絲同切片，主菜用嘅，阿真就講好，冇問題，一邊處理。隔壁邊嘅有人係有路有，我一家人食兩公婆買嘅豬肉，習慣呢。是骗人買嘅15罐，騙人買嘅15罐豬肉啊！阿親所就佢答覆講：什麼，感謝，大家啊！什麼，感謝大家。豬肉買槍嘅，我哋愛數膽嘅，我哋愛數膽嘅啊！阿親就講啊，一隻菜豬肉。磨到11點，全部豬肉賣清，請人下那些冇肉類，就唔澎湃，豐富而澎湃。廚師不但對豬肉嘅料理嘅講究，一般客家婦對豬肉嘅料理也最拿手。尤其客家人狀嘅婦人家，在鄉村生活嘅累積幾多無師自通嘅技巧同術語，就像阿金伯妹冇呢豐肉，用些幸福嘅豐寬樂啊，豐肉是個位人。啥都見秘書之功，講到阿金伯妹同阿玲，講人超多啊，呢個阿玲，特別我們呢豐肉，我嘅老公就講冇們呢安好食，乜嘅原因，阿金伯妹就講。我講，太陽一件嘅生豬肉，切一塊切好，用滾水淥過，阿啲就講，用豬嘅那部分肉㗎，阿金伯妹就講3層醬最好，3層肉最好，1層皮1層醬。冇呢豐肉幾多好，阿玲就講，依照阿金伯妹所講嘅方式，豬肉切好，滾水淥過，滾水一落加去就好嘅，阿金伯妹講啊，不用鑊嘅白㗎，不用啊鑊嘅就是白㗎。阿玲就講，愛白一球啊，阿金伯妹講啊，要白出來，莫太長，特殊嘅意思，莫太長嗰度莫太長啊啦嗬，阿玲，伊就講啊，媽媽，安尼做得冇，阿金伯妹就講啊，莫按辣火。烈火莫按辣火，阿玲就講將火加濕火轉色，加濕啊，壓濕同加濕冇相同哦，嗰位呢，阿金伯妹講，
并4、5粒蒜头，口面并下去，人微笑，人微笑。啊，你讲好，并好诶，并好诶。啊，金伯嘛，再并半碗头油，过一个酱油，超油咸诶，啊，半碗左右，那个头油啊，你就讲头浆啊，头浆头油是冇相同啊，你就讲半碗头油，并好诶，啊，金伯嘛，再并太阳半碗米酒，半碗米酒。咱唔会出主内嘅糯米，啊！你就讲半碗米酒啊，半碗米酒，那个阿金伯咪个，再并一汤匙一条羹嘅扁糖，并扁糖拍拍嘅扁糖啊！啊！你讲做乜嘅并扁糖咯？做乜嘅并扁糖？阿金伯咪讲并扁糖，门咧funk用，人會有一個軟性好，人好食，人會有軟性，人會好食。阿金伯咪講啊，哇感嘆詞哈，香味就出來嘢，哈，香味就出來嘢，啊，還愛做乜嘅冇，嚇，愛做乜嘅冇。阿金伯咪講，並一碗小滾水。就用細火並佢慢慢地燜，半點鐘以後就改好食咧。啊，你就奇怪，我咪係同樣嘅步驟做，燜咧funk用就冇按好食。啊，金伯咪功夫冇啦，功夫唔啦，啊，你就見啦，阿妹。唔去談下了，阮唔提示嘅心口啱人講嘅客家小炒，阿金伯咪講好，定能煮嚇，啱人就講啱人，嘅炒樣比飯店炒嘅還個好食，嚟講啊，啱人就講先看。幾多人數愛食，看幾多人數愛食。人數用於米少用嘅，用嘅唔係用嘅嚇，用嘅嚇。啱人就講啊，2點鐘前，我要冰水浸軟咧，用剪刀剪絲。煎好並一邊，豆腐乾，一個細腸切絲，一個腸葱嘅細腸切一節，好菜並芹菜，愛菜並芹菜醃內核，處理好並一邊。還有豬肉切，這個條塊同一條一塊哈，同葱呢一樣長，一樣大塊。啊，你這個也都基本材料愛啲，咩啲去奇妙，人係功夫，咩都人係講功夫，奇妙嘅蔬菜就係功夫啊。啊，人講先將豬肉。並鑊嘅煸過，豬肉煸過啊！啊，你就講同燜咧funk肉嘅步驟要同樣冇，啊，人就講啊，燜同炒肉，這個燜同炒肉，豬肉嘅形式冇同樣，啊，你就講啊，燜過太啲炒肉。過細啲，炒肉過細啲，燜過太啲，一個炒肉過細啲嘅，過細塊嘅，啱人就講啊，豬肉煸到真黃色，煸好並一湯匙頭油，豬肉撐起來盤呢並一邊，油嫩
木嘅材将冰煎好嘅用时冰落去冰，冰落去冰，顺便冰酒再冰一些调用。啊，恁就讲啊，酒煮上面黑毛，酒煮上面黑毛，冰调油各格米油，各格米油。啊，恁就讲哦，所以咱唔会剔硬，老人家冇牙齿，抽唔到来食，抽唔到来食。安人就讲错，答对了，安尼话啊。安人就讲啊，用时别好，冰头护肝，冰头护肝，包拆以后别好嘅作用条多穷下草，多穷下草。安人就讲啊，草再冰葱拍咸草，葱嘅拍哦，再冰葱嘅米，冰芹菜草。啊，恁讲哦哇，感叹词。嘅碰向嘅客家小炒上作嘅，加上好食嘅芙蓉，怪唔得見來見發福，太可味。安樣就講，先是再講，天公爺將來乾皮，還有3層醬豬肉煮。媽媽滷嘅鹹菜，媽媽滷鹹菜啊，一個安人就講阿玲，配味是唔到嘅，又咩好料，大家來食飯咯，大家來食飯了，安尼嚇，一個安人就講做下嘅料理，煎燜炒等等嗰度，會煮同唔會煮嘅，面是就冇重要，所以讀土家嘅愛讀客家姑娘，行行都會。各位鄉親，睇到以上所講嘅呢，37分20秒嚇，也接下來簡單同大家來做個問客家語試驗嘅作業。今天釀油怎麼樣？喇叭足夠。買黑買完，金色鹽一直抽煙，做事啊，勞力都叫做做事，勞心都叫做做事啊。甜很疲勞，甜流嫩流走。第5，主文事先登記，哪些弄事6对半1半2散，那就2片。7，很多就叫做什麼？背呢就是背部。8。一個家位就是太太，不用；也都就是做些9，肩拜就每一次，娘是你的啊，哪有哪裡有，一個什麼我就感謝啊，一個87幾元啊，87元啊，87塊錢，做東昂嗰個好，其他嘅呢？拜託各位鄉親多多對看入邊啊，一共有30米嘅啊，大下嘅圖樣呢是內部客家會館文中有談到一個問題。第2個圖呢就主要嘅豬肉嘅名稱略嘅看下去豬頭肉啊，冇豬頭嘅就叫做冇頭肉啊，一個東岸呢就夾線啊。大下嘅呢就五花肉哦，好，再看啊，第2，一個烏豬嘅啊，白豬嘅啊，前頭啊，嗰成少，我哋買嘅係白豬嘅上五毛嘅哦，一個大下有個豬頭，有頭嘅頭，但我竹絲片嚇，新竹嘅竹啊，豬頭就靠向飼料本豬嘅食嘅豬頭，而對前用素嘅做嘅，也有用紅毛嚟做嘅。也有用講嘅做嘅啊，好。第5，一個烏豬嘅專門是點講啊？烏豬肉啊，專門是煮菜啊，米水汁米汁水汁就是煮那個煮嘅是個那個汁啊，唔係先用嘅
用哈煎来洗洗，做埋呢焖翻干，翻干就是油饭油饭像你下双点菜猪脑一个用着。另外呢，一个客家食谱料理啊，也共有40个，像他个点看63啦客家食谱料理嘅词同简式嘅素材共有36分42秒像他个一个注意，同时有录音，有录音，有本文的地方就有文字录音是由我本人所录嘅也拜呢非常神猛，嗰啲台湾大學嘅台南大學嘅博士生李文芬上前熱心客家實驗白話語文嘅推廣同研究將我本人所研究嘅篇章著作錄音整理搭上面 YouTube 本鄉親客家人看來研究參考，神猛客家感謝嘅李文芬鄉親再下嘅呢就是連音字非常的重要一個我讀一遍來講這個音母音只有o 三音，一個同o 就4字一個呢實體字望文生義一個同哇啦呀嘛那啊嘎巴字詞的時間呢就是用本音A 呢一個就共有一個有1、2、3、4有8隻字嘅實體字就實體字實體字就是望文生義一個希望大家多多研究嘅。再講到河洛話呢也係相當有連音字，但是也呢不規則的出現就怎講作改嘅改是然後是我哋這個圖像同體系上瓦拉呀瑪那個巴然後講嘅西人客家嘅就為了也咩呢嘅白嘅音以上呢就都係這個4點睇到有錯嘅上請大家多多諒解原諒。是的，謝謝，再見。神夢按自西要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